恁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圣。这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吟诗圣诗58首，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8首。
请坐。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主爱天父上帝，请你的圣神这神临在伫阮的中间，来坐大位，互阮来敬拜你。阮真正感谢你主爱的手扶持保护阮，互阮平安。伫主日的清早时，阮众兄弟用敬虔、较无的心来朝见主你的面。那么回应你的听，你是万福源头的主，赏赐阮一切恩惠。你赏赐阮，互阮有福气，成做主你所救赎的人。阮感谢你无比的听，喜乐互阮。阮真正要感谢你，多谢你，因为万项好物对你拢来。阮实在感谢主，你真感谢主，我真感动。祝阮主内众兄弟拢领受你的恩典满满。虽然过去的日子有经过旷野、流目屎的日子，嘛有经过美丽清净、好甜、欢喜快乐的日子。这个是阮众兄弟用感谢的心，透过圣歌队带领阮唱出娱乐的诗歌，来回应你的听。今早起，阮会带主任牧师，嘛要用上帝你的话。将圣经阿伯略罕属灵的长辈的见证，互阮来学习做人做事的根本，也通搁较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来行头前的路程，当甲主拿握。万福源头的主，阮要感谢你，伫阮双连教会众兄弟，每一个人拢伫无共款的角落，一人一角，拢在做服侍上帝的工。有人献上时间。咧参与服侍，有人用金钱代表心来帮助人，嘛有用关怀的行动咧陪伴、关心需要的人。伫软弱的肢体中间，主，我嘛有看见侪兄弟，有人献上因的青春咧陪伴父母，咧照顾病痛中的厝里的人。互因得到帮助，互阮的心实在真感动。恳求上帝喜乐恩典伫因的身上，恳求天父上帝赏赐阮众兄弟更加有信心、有气力来服侍，互阮的服侍哪甘甜的喜乐伫阮周边，互主你的听分享出去，将福音传出去，互得救的人也加添伫主你的大家庭内底，来荣光主你的圣名。主，我嘛要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伫阮内心有秘密的罪过。当即个世代在变化的时，阮的心嘛在受影响。阮徛伫你所赏赐美丽宝岛、五谷丰收、有善良的百姓的中间，阮应该是真幸福、快乐才对。但是因为即马为着选举总统、民意代表，人人有机会的时，煞陷落伫混乱的时阵，主啊，主权是在伫你，只有上帝咧竞选，互人有即个恩赐。因为人为的关系，阮看起阮的台湾伫国际上一直受到打压。伫国内，阮有候选人用地匿名、无事实、讲歹话、传播假消息，咧破坏民主自由的制度。即马是民主的时代，阮也看见有侪人在欺压人权的行刑，互阮台湾落入混乱的情景。阮恳求天父上帝怜悯阮，阮的台湾的百姓，阮的兄弟拢同心在祈祷，愿天父上帝你的灵喜乐、平安、公义，互阮的执政的总统有智慧、有能力来带领台湾这块土地。互百姓看见希望、信心、听心、公义，真正做一个真自由、民主的制度、美丽宝岛的台湾。但阮的祈祷无够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
有伫传即直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愿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25篇，圣诗后壁面诗篇121篇。启应文25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拽。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这个时候，咱搁做伙起立来吟圣诗21首 A。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21首 A。请坐。这时阵，学了咱圣歌队要作大，咱来献上感谢，充满我的生命。我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阿伯人带着某囝甲所有一切离开埃及，往北行，进入迦南的南部。罗得也对着伊去。阿伯兰是好业，拥有真侪精星甲金银。后来伊离开遐，渐渐往北迁徙，接近伯特利。伊转去到伯特利甲爱的中间，就是伊早前杀过营去了这段的所在。伊就伫遐敬拜上主。第5节，对阿伯人同行的罗得也拥有牛群、羊群，以及家己的家眷甲奴仆。因两家的牛羊、牛群、羊群伤多，无有够野大的所在通容纳会落去。第7节，因此阿伯兰的牧者甲罗得的牧者常常冤家。迄个时阵，迦南人甲比利洗人犹阁住伫迄个所在。就安尼，阿伯人对罗得讲：“咱是至亲，毋通冤家。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第9节，咱分手吧。即一大片的土地伫你的眼前，你选正平，我就选倒平；你选倒平，我就选正平。罗得往四围观看，看见约旦国一直深到索尼的规个平原。即个平原水源充足，亲像埃甸园，佮亲像埃及的土地。迄时上主也无毁灭索多玛甲俄摩列。11节，就安尼，罗得选了约旦国的迄一片平原，往东迁徙。因两人就安尼分手。阿伯人踮伫迦南，罗得踮伫何国的平原的城镇，煞尾伫索多玛附近集营。索多玛人邪恶，因大得罪上主。14节，罗得离开了后，上主对阿伯人讲：“你着对你所徛的所在往东、西、南、北四围观看。我要将你所看见的即片土地，拢赐予你甲你的子孙。即片土地要永远归属恁。16节，我要互你的子孙做到无有人会当计算。人若为孝顺地上的土沙，才会当孝顺你的子孙。起来，你去行遍规片土地，我要将伊赐予你。18节，就安尼，阿伯人收拾场边，徙到希伯伦，伫万里的圣树附近住落来。伊伫遐为上主起造了一座祭坛，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阵讲到，咱要请咱的蔡主任牧师来传讲信息宣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阿伯拉罕的故事。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现在静静听候，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也就是透过你的话语，阮搁一遍来思考你的心意。求主你赏赐阮平静的心，互阮有够野属天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丰盛的听心甲信心来实践你的话。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礼拜大概上介大的新闻，对咱台湾来讲，就是郭台铭先生决定无要参与明年总统大选的人数。所以最近如果你若拍开电视，大概拢咧讨论讲，伊为虾米会做这款的决定？我当然毋知影伊心内咧想啥物，但是我知影，我相信伊咧做即个决定，伊甲伊的团队一定是通过真侪评估，甲心内真侪挣扎，较做即款的选择，即款的评估。其实咱每一个人
咱的人生一定拄着大大小小需要决定、需要选择的代志。有诶真细吼，譬如讲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咱要去食啥物中昼顿，吼，即款嘛是爱选择吼。啊，当然有若有真大，可能咱的选择会影响咱的人生的命运，非常重要吼。有遮尔济代志需要决定、需要选择，实在互人感觉真伤脑筋吼。当然有一寡小块的代志，咱选择错误，可能影响无真大。加咱定选。但是如果若拄着真侪重要的代志，如果若做出错误的选择，有可能会后悔一世人。俗语有一句话安尼讲，吼，这华语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吼，这是古早的话啦，吼。咱知影古早的时代，吼，如果查甫人若找毋着行业，无兴趣，也是讲无发展，可能一世人拢真痛苦。妇人人如果若选毋着丈夫，可能悲惨一世人。但是咱今仔时代真进步吼，即款情形嘛有改变吼。无论查甫查某，拢惊找毋着行业，拢惊找毋着人。所以咱真实知影讲，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真重要的选择，咱爱真细腻来选择。如果你若心灵无安定，平稳，可能袂当做出真明智的决定，甚至有别个信仰的人，伊爱安怎要做决定之前，伊爱去求神问卜，对无？才会当做决定，所以既然选择是遐尼重要的代志，毋知影大家敢有去了解讲，咱选择的依据是啥物货，根据是啥物货？其实咱来理解的讲，每一个人咧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阵，伊的根据就是伊的信仰，有无信仰的人，其实就是伊的价值观啦。就是讲信仰价值观，咧决定咱做选择的时阵，一个真重要的变故。举一个例来讲，我过去大概20几年前，我迄个时阵是台南大专中心咧服侍，阮服侍工作就是爱去无共款的学校内底去辅导团契。有一天吼，我着下晡时啊，我着再用奥多麦载一个同学吼，做伙要去台南迄个靠近高雄的所在吼，遐有一个学校叫做迄阵叫做嘉南药专吼。伫遐我有一个团契，我爱去遐辅导。伊迄个学校是爱徛迄个台南到高雄迄个省公路。我着载这学生徛到一半的时阵，我发觉讲，头前有一寡事故发生吼，我着赶紧徛过吼，发觉讲哇，有2台奥多麦倒伫路边吼，有一个还阁清醒吼，但是可能人受伤真痛苦，跍伫迄个路边吼。另外一个人吼是安尼倒伫路边吼，昏去吼。我着去问迄个清醒，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讲，伊嘛毋知，伊伫头前咧骑车，突然间有一个人骑车骑真紧吼，对后壁来弄吼。我着走过迄个倒伫涂骹即个人吼，我遐闻着伊身躯有真重的即个酒味啦吼。我着赶紧讲，叫我的学生吼，骑我的奥多麦去附近有一个警察局，去报案，因为迄阵拢无手机啊吼，赶紧叫伊去报案。另外我着做一件代志，我想讲即个人昏倒伫即个所在吼，爱马上送去病院吼，安尼可能开当来救我请吼。我着伫遐下车啦吼。真侪人看我伫遐下吼，拢会车速就会慢落来吼。但是吼，当伊看着路骹边倒一个人吼，有真侪人着安尼加速着走去吼。结果伫遐下规步走几60台车过吼。叫突然有一台迄个一对老夫妇吼，驶一只货车，着停落来吼。伊着问我发生啥物代志，我讲遮有发生车祸吼。讲我敢毋通协助伊吼，因为我骑奥多麦无法度送伊去病院嘛，你敢毋通来载去病院？即个老先生甲我讲，伊着考虑者讲安尼会使吼，但是吼，伊有一个条件啦吼，伊讲叫我爱陪伊去啦，吼，因为万一即个人若无醒起来吼。
安尼到时呐，伊的家属赖伊讲伊弄的，安尼要安怎吼？我就讲好。拄仔你讲即句话的时阵吼，我学生就带警察来啊吼，阮就将即个倒的人吼，带搬去警察车顶面吼，然后即对老夫妇说道谢。其实了后即件代志，互我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讲，其实我看到遐尼一台车吼，看到我伫路边咧下手的时阵吼，拢有慢落来吼。但是因看到路边倒一个人的时阵，因就做一个决定要离开即个所在。拄好然后即对老夫妇因愿意停落来帮衬。所以其实因咧做因迄个时阵，我相信因拢面对一个选择啦。到底是要帮衬即个人，还是要赶紧离开？每一种选择的方式无共款，其实甲伊背后的价值观有关系。那伊的价值观是感觉讲，即个人需要帮衬，我都爱来帮忙。但是有个人感觉讲，这甲我无关系，我赶紧来离开，免你掠一寡财的上身。所以其实咱咧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依据，就是咱的信用、咱的价值观。所以咱今仔日要对咱所读的经文来看，阿伯兰甲伊的弟仔、伊的孙仔，即个罗德，因拢共同面对一个选择。咱来看因的故事，看因安怎选。今仔日的经文是接续顶礼拜所讲的故事。咱顶礼拜讲，阿伯兰带伊的某，甲即个法老所予因的这物件，因就离开埃及，因就往北边来行，行到即个迦南的南部。即个阿伯兰伊是罗德的阿伯，罗德伊是伊的孙仔，嘛对伊去。圣经讲因阿伯兰渐渐丰富起来，是一个好野人，伊有真济精神甲金银。后来因离开即个所在，渐渐往北去迁徙，来到即个必得利甲爱的中间，就是咱顶礼拜有读的经文，伊捌伫即个所在扎过营，捌去过这段来敬拜上帝。所以经过埃及即个事件的教训，阿伯兰可能有做一寡反省，伊搁定心回来到上帝身边，伊搁伫遮起这段来敬拜上帝。结果发生一件代志，就是阿伯兰甲罗德因当时阵上帝互因真大的赏赐所以因的牛群甲羊群拢渐渐增加结果即个所在所无够大就是讲，因为迄羊群甲牛群拢需要食草嘛所以因的牧者双边的牧者，因为咧种即个互即牛群甲羊群食草的所在。常常冤家啦，所以阿伯兰就对罗德讲，咱是至亲咱袂当安尼冤家所以咱爱分开分家就对了阿伯兰就对伊讲，互你先选伫你的眼前有一大片的土地，你若选正边，我就选倒边你若选倒边，我就选正边。结果罗德伊就四围去观看，伊目睭就去受到迄个真水真好的景致的吸引伊看到约旦国的河边一直沿到即个所拟的这整个平原遐，水源充足，而且水草真富裕土地真富裕，所以土地真肥啦圣经中讲，亲像埃甸路园，佮亲像埃及的土地所以伊就选即块土地好，伊就选即个土地。所以罗德选即个土地了，伊就往即个东边的去所在迁徙。阿伯兰就留踮伫即个迦南的所在。后来当罗德离开了后，上帝就对阿伯兰讲：你爱对你所徛的即个所在东西南北去看，即个土地拢要收赐互你你会行遍即个整个的土地。我要将伊收赐互你，这就是今日所讲的故事所以咱看见着罗德选了约旦国即个真肥的土地
阿伯拉罕就踮伫这迦南这个土地。咱今日来看这个因的选择其实因为什么要做这款的选择？两个是亲族原本咧带做伙就真好主要因为因为双方的这个牧者为着要保护家己的财产保护家己的产业，所以产生冤家的情形、三者的情形。所以牧师首先要甲大家来看到底这个产业上帝所赏赐因的产业，对因来讲是祝福，也是咒诅这对咱来讲，那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上帝拢有赏赐咱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产业，但是咱安怎去看这个产业？伫阿伯兰甲罗德的这个故事中间，咱看到一件代志真可惜，嘛真讽刺。咱看见着因当离开因的故乡5年甲合难的时阵，迄阵产业无真济，结果两个人互相扶持，相安无代志。结果后来产业一济两个家庭煞来三生，真讽刺你若看迄个咱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第7节13章的第7节，伊写讲要一个寡妇写讲，迦南人甲比利洗人迄个时阵踮伫遐咱理解迦南人甲比利洗人，迄是无共族的人咧，因拢会当相安无代志住伫遐，结果一个亲族，煞两个人煞三争不得已爱来分开所以咱看见着这个产业，其实对因来讲是一个祝福，也是咒诅其实咱来理解，讲圣经中间产业的增加，应该是上帝一种祝福，但是因为咱人有罪性，互产业变成做一种，互咱真容易陷入这试探的危险的代志。咱最近拍开新闻，咱会当看见最近佫有一寡新闻咧报讲咱台湾过去无有一个真好野的人伊过身了留500-600亿的财产互伊的子孙，结果有第一房、大房、二房、三房，即马咧安那咧小过伊的产业若1/1000分互咱咱就真欢喜了有遐尼大的产业，结果本来是骨肉本来是血缘是相款的，即马咧小过。所以产业是中性的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会当好好来利用咱的钱财，伊会当产生一个真好的作用。就是讲，咱好好来运用上帝赏赐咱的产业，咱会当成做咱家己甲别人真大的祝福但是如果咱若看财产、看这产业的态度无正确，会引起真可怕的后果啦。为什么？因为咱拄则有讲阿伯拉罕甲即个罗德因的冤家圣经中间嘛，互咱一个启示讲，设宴满厝大家三济，不如一块大饼，大家三安所以这其实是产业有时会当成做真好的祝福，嘛有可能成做咒诅为什么安尼？因为产业有一个真重要的特性咱来讲叫做致命的吸引力就是讲伊真容易吸引，而且占领咱的心金银财宝本来是中性，但是伊就有即款的特性所以伊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互你的注意力拢注重伫即个金钱顶面所以耶稣就讲安那，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就伫倒落其实咱拢有即款的经验咱的财产毋是讲真济，但是咱嘛拢真注重咱的财产的经营，对无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我伫2003年捌去即个瑞士的所在去进修嘛其中有一礼拜课程是要去罗马，意大利的罗马去遐参观访问教廷甲伫遐参观迄个罗马我要去进前阮就同学中间咧讨论阮同学就去收集资料，有一个同学来我讲咱伫即个瑞士即个所在瑞士即个所在迄治安真好啦阮咧讲算笑讲，遐的贼可能比阮好业
所以这治安真好啦，当然遐百姓拢真守法，去到意大利可能无啥相共哦，特别罗马迄个所在，就讲出门的时阵爱较注意家己的财物啊，迄阵其实我嘛无足侪钱啦但是我较细腻较好要出国进前无顺利，互我一条迄个人迄绑伫内底迄个内袋就是你会当放伫你内衫甲外衫中间一个一个袋啊我就想讲放钱放伫内底啦其实要摕足麻烦的我想讲嘛是来创我好势啦我用家己的头脑想讲，我把我的钱分散一届要用头体，袂全部讲用头体了都来分散结果去到遐发觉安怎，你知影？有时拢感觉咧放钱的所在会上啦看安尼摇，有时会摇，有时会上，感觉讲有人要来偷摕安尼所以一直注意伫遐啦。咧参观啥物，我拢无咧参观，拢咧注意讲我的钱够用偷摕去哇，这就是耶稣咧讲，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就伫倒落这就是钱，就是有即款的吸引力。伊原本是中性的，但是伊就是即款吸引力吸引到落尾伊会产生一个歹影响，啥物影响？就是互咱会失去对上帝的倚靠因为伊会互拥有钱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咱嘛感觉讲，身躯有早一寡钱，感觉较安全对无？拄着啥物代志，咱用钱会当解决结果那即款的影响来拿深的时阵，会互人不知不觉的中间，就想要倚靠上帝，倚靠钱财，无要倚靠上帝。所以有人俗语咧讲，甚至伫教会内底嘛咧讲钱毋是万能，无钱安你拢知，万万不能。但是即款的观念敢完全正确？咱来好好去思考，因为咱拢会想讲我若身躯有一寡钱，我就会可能拄着问题较好解决。结果不知不觉中间，你受伊吸引，煞无想要倚靠上帝，想要倚靠钱财。所以咱看去保罗先生就当时代的信徒，甲咱今仔日咧看这段经文的人，提出一个警告：讲你爱吩咐遐金世富足的人，毋通自高，毋通倚靠迄个无定着的钱财。只要倚靠迄个享受百米互咱享受的上帝，这是咱爱去提醒咱家己的所以咱若用正确的眼光看产业，伊成做咱的祝福；用无正确的观念去看产业，有可能成做咱的试探，甲咱的咒诅。接下来咱要看罗德甲阿伯兰，因为因无共款的选择，咱来学习。咱首先对罗德的失败来学习。罗德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为什么？第一，伊贪爱财物。伫罗德的眼中，只有这个世界，甲四周围这财物。所以，咱会当想象伊徛伫迄个逼着离较悬的所在，去看眼前这个约旦平原，这块真肥、佮水源充足的土地。圣经形容讲，这块土地那亲像耶和华的园，爱甸乐园同款；那亲像埃及的土地，遐尼肥，遐尼适合人徛起。所以伊心中伊目睭就受到这款的境地的吸引，伊就想讲我来选这地绝对无毋对。但是伊无去看见着，这块地虽然富有，虽然真肥，虽然真侪水源充足，但是安怎？伊稳重。真可怕的危机。圣经中讲，伫即块地所徛起的人，是罪恶真深的人，是罪恶真深的人。所以这个所在是充满了危险。所以咱会看，咱若继续看这段经文对14章开始继续看咧，咱会发觉讲，因为落着这款的选择，互伊后来安怎家破人亡，家破人亡。所以。咱的人生中间，其实有时阵会拄着甲着罗德相款的处境，请咱毋通袂记实，毋通过头贪恋财物啦。保罗就对咱提出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伊讲贪财是万恶的根源。
就是财，伊毋是讲钱财是万恶的根源，伊是讲贪财啦。贪婪这个财物会引起真大的危机，是万恶的根源。有一个人因为贪无钱财，背离了信仰，所以伊就爱担真侪痛苦，心灵就破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提醒咱啊，对钱财咱毋通贪，咱爱不介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第二件代志罗德有一个失败，就是伊无重视伦理。咱伫圣经中间，咱知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叫伊先选。亚伯兰是罗德的阿伯，所以伊互照理讲伊是长辈，伊有迄个先选的主权，但是伊互罗德先选。照理讲罗德是按晚辈嘛，理当互亚伯兰先选，但是伊即款会贪念，掠砍伊的伦理观念，所以伊就先抢先赢啦。惊讲叫好的向抢去，伊家己都无得到即个利益，所以伊就无重视伦理啦。圣经中间对咱讲，其实咱爱遵守圣经中间教示的伦理。圣经讲，伫白头毛的头前，地头毛的人的头前，你爱徛起来，爱尊敬老人。这是上帝互咱的提醒甲命令。所以罗德有这两项真可怕的失败，就是贪恋财物，无重伦理。咱来看亚伯兰呢？亚伯兰伊有两项真重要的特质。咱来学习亚伯兰伊迄种真宽大的精神。咱遮拄则讲过，亚伯拉罕是罗德的长辈。因起纠纷是双方的牧者，照理来讲要分开，伊有优先的选择权，但是伊让互伊的士婿来选择。所以这是咱看见亚伯拉罕伊的生命的进步了。因为咱知影伊头起毋是即款的人，伊头起嘛真贪恋家己的生命的安全了，所以前一章咱讲伊伫埃及为着保护家己，连家己的某都无爱啊。即摆伊有进步啊！伊知影这个时阵，互别人先选。为什么伊会当互罗德先选？因为伊生命中间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对人有疼心啦。伊用疼心来款待伊的士婿，伊无考虑讲即种做法可能会互家己利益损失。伊只看见罗德的需要，无看见家己的需要。当然，即款的精神伫今仔日台湾的社会真恶伫看见嘛，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即款的代志真少发生，所以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安尼照安尼来做。虽然有可能叫人笑咱是戆人，但是为主做戆人是上较有价值的。咱看见真侪在伫台湾所发生真互人感觉感动甲温暖的代志。拢是因为有一寡人愿意牺牲家己的权益，去看见别人的需要。有的人伊可能若照顾家己，看重家己的利益，伊的人生有真好的发展。但总是伊看见真正需要的人，伊奉牺牲家己本身的利益，会当带互人祝福。这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爱去学习的。咱看见咱台湾的信仰传统，就是对一群愿意牺牲的宣教师开始的。今日有完这款的精神，爱继续伫咱的教会中间来影响，这才是真实上帝的心意。第二项，咱看见着伊毋是干那对人有疼心嘛，伊对上帝有信心嘛。咱看见第12章的经文，咱前一章所看到，当亚伯兰接受上帝的呼召的时阵，上帝有予伊一个应允，应允要安怎？予伊坐子孙，应允伊要形成大国，要予伊大有名望。所以亚伯兰伊将上帝应允放伫伊心肝中间，伊相信伊只要有上帝，无论做啥物款的选择，有上帝甲伊同在，上帝甲伊同行，伊一定会得到上帝所予伊的应允嘛。人嘛要因为伊安尼来得到福气，这点
是咱爱学习的。所以咱看见着，落着离开伊了后，上帝对伊讲：你徛伫所在四围去观看，即个土地拢要赏赐互你甲你的子孙，而且要互你的子孙形成大国，甚至人乃当算土地内底的沙，才当算你的子孙。所以上帝鼓励伊行遍整个的土地，要将即个土地赏赐互伊。咱看见着，虽然伊愿意让落得先选较好的，但是伊对上帝的信心，伊对人的疼心，互伊领受上帝大的祝福。这是咱今仔日爱学习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中间，会拄着真侪真重要的选择。毋望今仔日的经文帮助咱去做正确合乎上帝旨意的选择。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提醒阮、激励阮，互阮会当对人有疼心，对你有信心。互阮因为阮的疼心甲信心，领受你所赏赐阮应允的祝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主的恩典。这时，咱搁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07首，圣诗307首，咱请咱起立。坐。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咱双连教会礼拜的来宾。若是你还未伫爱望的接待处填写留名卡，请你伫座位前摕表来填写，直接交予收奉的执事，毋免落入奉献袋啊。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天顶阿爸爸上帝，阮真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丰富满满伫阮的身上。这时，阮用金钱代表阮的心来献上你的面前，做你圣洁的路用。阮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咱第4页，咱今仔日下晡2点，咱教会甲台湾管风琴协会有合办一个司琴的讲座，因为咱的总监、音乐总监，陈玉芬甲入围第30届传艺金曲奖的演奏奖得主陈玉香老师做伙来主持圣灵的轨迹，司琴者的实践手册，讨论教会司琴者安怎精进圣诗、弹琴、键盘的和声，搁有看谱吼，所以请你若有机会的人、有时间的人，就来参与即个侍奉的事工，欢迎大家参加。第3项，本会具体的关怀，咱的会友做过暝姐妹的妈妈、可愿姊妹，伫8月21安歇主怀，定伫9月28日，即个拜六下晡点半，伫淡水长老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参加，愿上帝安慰为主。咱本会会友林向山兄弟伫9月16日安歇主怀，定伫9月30下礼拜1下晡点半，伫台北市立殡仪馆景阳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日念礼拜。另外，伫10月5拜六下晡2点，伫咱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参加，愿上帝安慰为主。搁一位是咱本会会友林春梅长老妈，就蔡文典长老的妈妈，伫昨来过身，安歇主怀，请咱的兄弟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拜四第4项，全教会灵修会沉默甲会议中间。咱有10月26，请咱会当注意来参加。这是蔡敏伟牧师的传讲的信息，所以咱来报名。报名费一人100块，请咱来施恩会干事、甲谢营运干事，请咱来参与，会通受到真好的造就。第5项，咱的敬老的自餐。请咱若年满65岁，咱本会会友，你拢通报名参加。咱伫9楼陈美仙干事的所在来报名。咱也上帝祝福，今仔日即礼拜的寿星上帝祝福每一个人身心灵拢更较健壮。搁有伫第6页，咱有洗礼的造就班，咱伫12月29要洗礼所以请你若心内有感动，你着来参与洗礼前造就班，诚做上帝所拣选的囝儿，有份伫即个大家庭。即个时阵，咱要来颁发迄个优良教师，请牧师来主理。咱知影伫咱教会中间有真侪只的助理的老师因长期以来点伫助理内底服侍咱特别伫即个因伫即个教师节进前来做一个颁奖咱
首先拍破啊，来说多谢吼。咱特别也爱常常为着这助理的老师来祈祷吼，因为咱的后一代信仰吼，拢是透过因的帮助吼。当然咱家庭中间有人爱帮助咱的实际这信仰吼，互咱信仰会当传承落去吼。这是牧师甲大家提醒。这个时阵牧师来代表咱教会来欢迎新朋友。再有一位这个对日本来的朋友吼，三桥静子女士伫咱的中间，好，伫遮吼，欢迎欢迎。伊是何龙国老师的姐姐吼，其他到第一遍来到咱中间无介绍到的。好，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你的是阮宝座前来甲你三千军。透过你的话语，阮明白主你的心意是爱阮对人有疼心，对你有信心。求主将加倍丰盛的疼心甲信心放伫阮每一人的心中，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来领受祝福。阮特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今仔日的新朋友三桥静子女士，求主你保守看顾伊，无论伊伫日本还是台湾，出入拢得到主所保守看顾，互伊得到平安，伊的家庭也领受主赏赐大的恩典。阮特别要将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也交代伫主的手中。主啊，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心内忧伤，求主你亲自安慰因，互因看见你所赏赐因永远活的愿望，也互因伫料理亲人的个别式的过程中间，有主亲自甲因同在，亲自的安慰。阮也将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引带保守看顾，互阮领受你大的恩典。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起立来吟上言510首，上言510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差遣。